华视在地新闻，台中东海大学的陆思义教堂是真侪人旅游甲翕结婚相的第一选择。即卖台中又搁加一座适合翕相的新教堂咯，就是政治大学新落成的主教圣庙堂。 政治大学新落成的主教圣庙堂，伊外形看起来袂输是伫草埔甲树林之间一尾伫树的鱼啊。进入教堂内，日头光为中圆形的玻璃天窗啊射入来，无共款的时间，光线角度无共，凊彩翕就好看。四面八方都很好拍照打卡，所以只要来这边的话，都可以拍完美照。上海的教堂就是以黄色尖尖的那样，然后像我们的就是圆形，然后又是红色，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我们有那种可爱的感觉。 共款伫台中出名的罗斯基教堂，伊是伫东海大学外观是上完面的，用规成片的琉璃砖打造金字塔的造型，结合中西方的建筑特性。若主教圣庙堂是伫政治大学，挖过是中央玻璃十字架连接四面的壁，造成竹笋甲鱼的形。五柄鳄鱼的这个意象，一片一片的笋壳，所以。 这个竹笋象征心灵的重生。虽然唔输阵，政治大学嘛开放予新人主文来遮翕结婚相片，要打造台中另外一个出名的教堂景点。